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ny， 今日帶大家去長沙灣睇影燭。其實喺 A3 出口行過去屋苑條路都好舒服，都係平路嚟嘅。咁途經咧都好多巴士搭嘅，好似右手邊呢個位置啦，係一間好出名嘅協和小學啦。咁因為呢一區咧有學校區啦，講緊周邊嘅民生配套啊，有街市啊，有商場，有鐵路站。咁其實呢個位置咧係好適合自住嘅。但係如果講投資咧都非常之好嘅，因為我哋呢一個咧叫西九龍區嘅中心點長沙灣。咁喺影燭呢個樓盤咧，過翻去南昌站嗰邊咧，都係講車程10分鐘內嘅事嚟嘅。咁有啲客就會可能話成日要搭高鐵啊，咁呢個位置都可以選擇，因為你去到南昌站咧，搭2個站就可以去到個高鐵站嗰邊嘅。咁另外啦，就講翻啦，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成熟區啦，講到食嘢方面咧，就好多選擇啦。其實屋苑樓下咧就已經有晒啲餐廳啊，咁好似而家前邊呢一間咧朱文記，咁大家睇新聞咧都知啊，係一間好出名嘅大排檔嚟嘅，係啦，咁啊啲嘢非常之好食啦。咁我哋差唔多到過屋苑噶啦，由地鐵站 A3 出口3分鐘平路就可以到屋苑啦。而家入咗 lift 啦，入咗 lift 就可以爬啦，因為冇乜住戶喺度啦。咁呢一度咧，而家呢啲新式嘅智能 lift 就冇得俾你撳幾多樓啦。總之買咗個單位就會登記八達通，八達通你住邊一層咧，一嘟就會去嗰一層，你去唔到人哋其他嗰啲層數嘅，所以變相咧叫保安比較好啲咯。唔可以太大聲嘅，因為有人住緊㗎啦。咁咧呢一度咧，我主力拍個A 同 B 單位啦。咁個分別係有工人房同冇工人房，但係都係啲300零尺兩房嚟嘅。咁首先我哋睇間 A 單位先。嗱，咁入到嚟 A 單位咧，呢個實用面積係377尺嘅實用面積啦，兩房加一個儲物室，係啦。咁一層嚟講咧，係得呢個單位有儲物室嘅啫。咁首先講一講啦，就係話個露台啦，我哋唔開門啦，發展商唔俾開啦。咁可以睇翻出面有景觀先，因為成呢個單位咧係向西南向嘅。咁其實個採光度都高。另外咧可以睇到少少嘅海景，同埋睇到 IFC 同 ICC 嗰邊，即係變相又係可以睇到煙花啦。咁講一講個廚房先，廚房咧就唔會大噶啦，因為始終都係唔足400尺啦。OK， 咁個廚房就又係送咗個洗衣機啦、雪櫃啦、咁微波爐啦，咁佢儲物空間都 OK 嘅，因為佢上邊咧呢一度咧樓底比較高啊，咁佢上邊發展商都送咗啲儲物櫃啊咁嗰啲喺度。咁另外值得留意就係因為呢個樓盤咧係恒基發展商嘅，咁所以佢做咗個明火煮食，同埋佢個星盤都好大個。咁我首先就講咗呢間房先，因為呢間房咧有窗有冷氣，咁變相可以做咩咧？可以做小朋友嘅書房啦、衣帽間啦，或者係一個功能房啦咁樣。因為而家市面上300零尺可以做到2房間隔，再加多一間功能房就比較少啲。成座樓其實都可以養寵物嘅，個大廈公係冇話唔俾你養寵物。咁嚟到我哋依間咧就細房客房嚟嘅，係啦。咁個景觀都係同個廳一樣，都係向西南望到海景嘅，向翻南昌站方向嗰邊。嗱，呢個就主人房啦，都係同方向，係啦。咁呢一度可以擺到張5尺床啦。另外呢一度咧，發展商都做得幾好，有個衣櫃嘅凹位，就唔使話將個衣櫃突咗出嚟啦。咁啊，呢一度可以做到上頂嘅個衣櫃。咁另外洗手間有窗，唔係黑廁嚟嘅呢一間，因為呢一間係單邊單位，咁可以開下啲擺嘢位啦、儲物位啦。咁而家咧就上到嚟37樓啦。咁37樓咧全層都係特色單位，連平台單位就唔係連天台啊，比較罕有少少嘅。咁咧一層咧有6個單位，有4間嘅3房，連2個洗手間啦，另外有2間嘅2房。咁上得嚟睇特色單位，一定要睇最靚嗰一間。而家馬上去睇。OK。咁咧我極力推介咧就係 D 單位啦，37樓 D， 記住呢個 number 37D 係啦。呢一間咧係最靚嘅一間特色單位嚟嘅。咁入到嚟個單位。其實開咗燈，唔使開燈都得㗎啦，因為咧個採光度非常之高，見唔見到啊 ？L 型嘅落地玻璃窗。另外咧，記住一樣嘢，終於咧頂層唔需要行上天台，唔需要行樓梯，直接個平台喺度。係啦，個平台有133尺嘅平台送俾你嘅。咁另外單位實用嘅面積咧，因為佢3房2個洗手間啦，整體實用面積係456尺加133尺嘅平台啦。咁好，快啲嚟睇下個景觀先。講個景觀，整個單位望出去向東南，非常非常之開揚嘅。日頭有日頭嘅景，夜晚咧就萬家燈火嘅景觀啦。
呢個吸引在，我一定要出去呢個平台。哇！呢個平台正。咁出到嚟啦，其實咧可以睇到呢個位置咧已經裝咗落去水啦。呢個位嚇咁自己再改裝個靚啲嘅不鏽鋼工作台，有落去水咁啊！平時可以喺度咧同屋企人燒下嘢食啊，打下邊爐啊，就唔使屋企入邊打啦。咁呢一度買少少戶外傢俬已經好舒服噶啦。咁另外呢個位置啦，可以望翻出去咧係有少少嘅維港海景，最重要咧都係睇到 ICC 同 IFC， 即係簡單啲講，放煙花嘅時候咧唔使出街啦，喺屋企坐喺梳化舒舒服服咁樣睇。咁入到嚟單位啦，咁個廳咧唔算好大嘅，因為始終都係得個400零尺啦。咁其實咧兩大一細住咧係非常之舒服噶啦。咁加多個工人姐姐都得嘅。咁開放式嘅廚房，3個爐頭都係一樣噶啦，送埋洗衣機、雪櫃、冰櫃齊晒。咁啊，名牌 Miele 嘅微波爐。第一間細房。第二間細房，客人用嘅洗手間，主力睇埋主人房。主人房咧唔係好大嘅啫，間主人房，但係夠你擺咩咧？你可以選擇擺4乘6尺或者 Queen size、King size 都擺到嘅床。咁另外呢個有個噏位俾你做翻一個去到頂嘅衣櫃啦。OK。咁另外呢一個咧就係主人房嘅套廁嚟㗎啦。咁呢一度咧3間房連埋個廳加埋個平台個方向都係向東南向嘅。香港買樓一定要買東南樓，保值。特色單位咩咧？最頂層啦。咁一般啲人都係連天台㗎嘛。咁呢一度特色咧係連平台，唔使行上行落。咁個平台咧啲買家真係會成日用到嘅，即係喺個廳度行出去就係啦。咁如果講翻個價錢方面咧，喺九龍區咧所有嘅比較新嘅屋苑咧個特色單位起碼都要3萬蚊尺起㗎。係啊，咁呢一度係成個九龍區，由西九龍去到東九龍，去到中九龍，所有新樓嚟講嘅特色單位，呢一度係最平嘅，2萬6蚊尺左右嘅啫，就買到特色單位。我係 Kenny，有咩樓盤資訊想知多啲，歡迎隨時揾我，聯絡電話就喺下邊。